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梦，拍下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讲起爱人的故事，算是听爱人的平东的北部，伊唔单止系好山好水，同时伊嘛有好嘅内容。故事伊也嘅农产品嘛系该优质。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系来自爱人的故事农编小编林永坚来看我现场。永坚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系故事农编的林永健。那你更加好，我看到一来一度啊，人客家嘅后生嘅投资嘅农产品，像你这样看，用緊到一啲安人強嘅後生哈。可是喺節目一開始哈，就想問下用緊，睇我哋嘅果蔬農批工作以前啦哈，你以前係做乜嘅呀？那以前你喺屏東喺土地農服務，多好有想了解農批喺做乜嘅事情，有啲機會家己農批果蔬農批大家庭，嘛也係做奇妙嘅。你喺土地行嘅時節，攏談到農批要做乜嘅，農批要拍乜嘅，都好喺機會攏幾奇妙，都好總間是看到愛喺努力，所以都好，所以家己大家庭，落嚟攏農批乜嘅事情攏愛做，有攀伊個農批嘅業務像咪佢對到業務攏幾多，所以要照顧農民，以外還有地那個農民咧做乜嘅農作物，嗰時以前全部用糖嘅啦。但是現在咯，至少去做啦吼。所以想問一下講，這個成長嘅環境啊，有做過農事冇？嚟不靠冇做農事。係因為其實而家嗰度人路可能係睇民農，即係個民農業嘛吼。民農嗰邊係嗰度其實係算是商業的一個形態個新嘅地方啦。但是嗰度生意咧冇做過農事，跟住咧冇做過農事生意咧，然後而家去到農飛。一開始會冇適應嘛？其實嚟家裡農飛之前，佢都睇人啥講農飛要做乜嘅事情，要替農民着想。規模化。係，佢都是規模化，然後閒些時間嚟阿公帶人去農飛辦事情，然後佢都阿姐太過太姐，然後連個拍天咯，然後有保險部用保險部嘅事情，信用部用信用部嘅事情，所以講自己去了解講農飛。冇單單只有推廣迄農產品，嘛要替大家能講幫助啦。那他聽說講愛照顧愛照顧，其實照顧講來講幾簡單啦，但是做親自做嘅攏冇迄個成效。可是問題係，你這個去以前唔對，去到以後見到發現，要有肥喎。但搞完去都幾多，因為農飛有幾多太陽傘，因為它有太陽傘的時間，你會下鄉，下鄉了解說太陽傘其實有迄太陽傘冇紅片出來，然後幾多那個精神喊話，然後說壓力層面幾大，係呀。我唔錯，農飛也為伊個技巧，其實對我哋啲農民來講，話係個最重要嘅，好最懂係規模化啦。幾多業務會攀啦。係啊，以前冇想到嗬。以前都冇想到，因為那個農飛有幾多部門，冇錯。有幾多部門的情況下，然後可以去提供，伊個部門喺做乜嘅事情，喺提供做乜嘅事情。你像講保險部有攀農部、攀健保，還有推廣是推廣業務，係啊，還有供銷，供銷就是有喺農作物推廣喺國產營銷，也喺農部門攏幾多，可以提。係啊，嗰時今年我哋一開始嘅時陣，講起啲個貼片咧，因為我哋從頭都談咗講，譬如講保險啦，以前用嘅教用嘅生藥嘅啦，同時係農產品嘅推銷。但是我哋而家講嘅係綠色照顧，綠色照顧其實係農業批嗰做以前都有推出嘅一個計劃啦，但是這個而家算是我哋提前喺推廣綠色照顧嘅，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先說明一下？乜講到綠色照顧，而這個使用喺乜個地方啊？像綠色照顧是喺講，因為太陽曬時陣都愛來臨咧，所以講愛提供農飛愛照顧農民，所以有愛家庭，長線照顧就愛照顧。農飛角色就是愛教譬如講退休嘅農民，還有飛員，
攀叶配业务，就是咧照顾，先讲来做前线照顾，还有咧有考察，嘿，然后还有卫教什么叫卫教？哎，像讲同体的卫生所，哎，像护理中，来讲健康。诶，老化啊，自家管理诶考察，嘛叫做健康老化，哎，像比如讲头脑的老化、身体的老化，还有关节的老化，哎，提供年纪失态的，要注意，嘛个时节，嘛个年纪，拢要提供嘛个有迄偏痛的来临，要提早预防。对，这时候太阳沙地，还有咧所做的料理，自家做自家。特别咧，像用有诶做，然后大家拢做得几欢喜，因为来长期照顾以健康嘛，伊个吃咧，还有伊个卫教诶，加结合，因为绿照顾、绿疗愈，还有绿饮食三大主轴，所以结合才会一体。古说安尼唐风来讲的话，像安尼考场以大部分路体，个迄只合到我哋一般的日建政府，无论讲我哋社区关怀据点，还是讲我哋这个农费这个都有得办咯。来这个农费有几个办，来有配合农业部的政策，所以讲农业部的推广，当地呢就是副行的主给，所以讲农费会成立那个绿照班，还要照顾那个当地的农民。嗰就等于如种的高速农会喺即家成立一个绿色的照顾班，嗰个照顾班如开始如头先讲嘅，我哋呢绿色的绿色疗愈，绿色的手作嘛，绿色的饮食有部分都是有3个部分。咁一般来讲，差唔多的呢，算是 Q 下来参加嘅，我哋讲太年啥，差唔多一度四。差不多拢65岁以上，65岁以上，还有80岁，还有90岁，大部分都农民啦吼。拢农民，还有拢差不多迄，因为开始讲多讲话嘛，农费要照顾农民，所以来角色拢是农民，拢农民的爸爸妈妈，还有柜台，还有有特别咧就是有。伊个是迄那个天农场，伊嘛爱做呢。那我嚟问啊，吼，因为啊，吼有几多位，譬如讲，绿色照顾，吼，喺可以提，譬如讲日间照护啦，吼，日间照护啦，无同啊等咧，社区关怀据点去做接拍。但是人高速农民规提拍，那这个可以这个办起，根本你喺人当初可以办的时间，你要可以宣传咯，爱的农民拢会点咯。也迄农会有伊个网络，米络。所以是粉丝专业，其实农会提供迄绿照班，是当农民嘛，农民就有家政班，家政班，然后有家政妈妈、家政班班长，就提供讲，卖人爱来上课啊，卖人爱来学习无相同的知识，所以讲也喺推动的过程其实有困难，因为按你讲好诶。那个太阳伞要踏出来，有些唔会哦，有人会，但是唔会要问原因，因为原因讲，有人按问出来咯，做得最好啊，农会有诶考察几多，有做事咧，有做编织咧，有做几多那个健康的知识，还有做看咧疗愈，还做多肉植物。蛮几多绿色照顾的，弄最多绿色植物，所以讲也系推广体咧，就在村长啊，还有家政班班长，加上啲拢体红的势力啦，所以讲请会有无迄难度，所以拢请拢几好请，但是也系拍啦，像伊个年都也系差不多5年嘞嘛，几多迄太阳上讲，那爱去农会参加迄考察好冇？做唔得，因为明年呢，今年呢考察已经拢满呢，拢人数都差唔多诶，所以讲也系成效拢几好。哦，故事变成讲即个。你讲少年来上课，迄人家已经慢到无办法报名，系咪？冇办法嘅，大家拢以讹传讹，讲哎呀，农会拍得几好啊！你看有卫教，有那个知识啊，还有做料理啊，有做编制啊，有做法啊，还有做果冻花弄几多，所以大家拢可以来参加，拢冇反对诶。就是他讲伊录音比讲。
哦，真的要办规划。可是人一般来讲啊，一日办有多少人啊？今年是20万人。20万，因为有规定，我爱第是判有成果。判来讲有今年判到归成功，明年会增加人数。好，咁来参加包要交钱冇？要交钱。要交钱。人工的使用者付费。冇错。但要比太阳啥讲，也系考察，不单单只有爱上课，爱有交钱，伊啲家拢会来讲，因为有时那个学生嘛，学生做唔得，学来就学来，唔学来就唔学来，做唔得有交钱就是有勉励，我你来有交钱咯，做唔得吼，一礼拜冇来，2礼拜冇来，3礼拜来做唔得，有交钱嘅方式。睇唔到太緊都會來。係啦，要交錢就會來啦。冇交錢咧嘛，我上我來都唔上來。係啊，所以講就係咁鬼麻煩，所以要交錢是有係好處。嗰時我哋談方來講啊，你見到嘅農業啊，唔單止嚟推廣啊啲農產品，同時為推廣啊啲綠色照顧。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個精彩內容。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高速農會嘅林永健嚟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高速農會推廣嘅綠色照顧嘅計劃。我種請問下永健，因為今年帶來幾多嘅農產品嘛，嗬，也唔單止有我哋講農產品本身，嚇本人本產品，啊，同時嘛有以下嘅講，其他講幾多嘅算是以下嘅再製品，嚇，譬如講我哋嘅罐頭啦，我哋嘅果醬，嗬，咁今年一來嘅，嗬，我哋錄來好好嘅紹介啊，因為其實吼，他剛你都考都提講啊，以前我哋有乜個甲仙芋頭吼，但是那啲呢，其實甲仙嘅有嘅哦，有幾多係甲入嘅果蔬提種嘅啦吼，嗰時我哋都對有嘅開始講，一般來講嘅話吼，有嘅用何托啊？有嘅，因果蔬嘅品種嘅有嘅是檳榔心芋。哦，檳榔型嘅有嘅，所以講檳榔型有嘅，伊體咧是水嘅水質，屏東果蔬，伊嘅水質是水源保護區，冇錯。所以講啊，伊嘅水質最重要，種出來嘅有嘅，攏過球過好食。檳榔心芋伊嘅特色，伊會做罐頭，地球前有看到做罐頭，伊嘅罐頭，伊嘅質地會最 Q。過好食，然後很香味，蠻過重，所以講檳榔心芋伊係做嘅農產品，有過多，還有有嘅牛奶啊，過農村又過香，是烘落哦，人講有嘅那個南國泰國嘅那個什麼西米露，其實伊係農是用有嘅係農得出來的，所以講是有嘅啊，還加牛奶。還有蜜罐頭是用迄罐頭夾合出來誒檳榔心芋，用推廣給大家知啊，是有誒，唔當然是有誒，還有農產品，然後用有誒甜誒有誒罐，還有誒牛奶，也係有誒牛奶是平常時買唔到誒哦，是有展售，還有擺攤，像做第啲明星商品咯。對，安尼唔錯，安尼唔錯，我可以講前面講安尼立同學講，平常時買唔到。買唔到同人哋講啫嘛，咁人哋廣東朋友看到我，伊一樣嘅咯。因為人哋講有嘅其實算是嗌的，冇講人其他嘢啦。有幾多嘅台灣人都幾好食有嘅，但是人哋做起吼，只獨到有嘅，尤其像我來講嘅話啊，唔點樣去處理嘛？有時人哋講刮有嘅會壓縮，處理個用啊。嗰時有啲我幾多嘅人強係叫講我哋阿姐啦，唔好處理有嘅，因為有嘅幾快處理，但是你頭頭又講，你要做個罐頭。蜜芋頭，要做嘅人哋講有嘅牛奶，要大隻要強下，然後講下人哋立落，然後同人講，嘢平常你買唔到，嗰陣時候眼用咯。所以講啊，我試到有嘅牛奶，我來現場，來高速農會來現場來講，我試到有看到講有介紹農有嘅牛奶，我來現場講，你可以教伊講，我用嚟做。用嚟用，很從弄有啲食材，所以講愛望大家嚟講，嚟個高速農會講，高速農會哦，不單單只有有嘅，還有是有嘅，
哎呦，可以用林的，用林的来现场弄做的文化大家。到时节来到我哋古书嘅时节，吼古书，无论讲人参加发通嘅时，古书农会嘅时节，我提一遍，搞能用嘅去用古书嘅污诶，加合到一啲味烈嘅牛奶，做出唔会输泰国嘅嗰種污诶牛奶。但是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聽到嘢講。好唔怕，我食唔到污嘅牛奶，我至少佢乾條讓我買啊。因為買，也係果蔬農會有網站，有官方網站，還有粉絲專頁。啊，做地裡迄當方啊，有迄連結，點去，有做地甜的。啊，其實人伊根本有對咧迄有嘅禮盒，然後互觀眾朋友看。也迄禮盒啊，是用迄有嘅用幾號嘅有嘅做嘅，迄管條。那个里贝啊，拢是甜的，啊，伊迄甜的啊，做有诶，做甜的嘛，做热的，有冰的也有热的，所以讲做的是冬天过好年时节做热的，过年时节然后喝冰的，打风嘞放喺冰箱放拿出来吃。会透心凉。我讲啦，一部分啊吼，拢是搞我哋讲啊，小时候是人真的，做嘛呀？我相信我哋的观众朋友前面吼已经有想到讲了，米白是本的时间，唔看佢乌我哋一定会讲，一定会系讲啊，我要加一个那个芋头吼，因为做嘛呀？因为规矩快煮，一定快煮，一定要我先一刨皮，係咧係唔要注意叫，好，然后有時會買到冇烏，要做麵，啲咪啱那種麵都幾難弄。嗰時我看而家同做嘅想打開來，唔攞識社會都拿去外國，唔攞這個冇識社會都拿去喺病角上面，都變成冷嘅嘢。嗰時這個唔是搞我哋樣嘅事，你同我講讓我買如何，至少更加有一點。按嚟管條啦嗬。有，基本其實啊，有咱喺網站當中攏有幾詳細嘅，攏做得甜，攏在能夠訂得到。所以說，能夠我是五位，做教的用。所以講，那個當中攏有嘅連結，點入去，然後有嘅栽培服務，然後到那個在個到府。所以講攏幾夾，唔會去現場唔會。係啊，而且唔像唔可能使幾樣講，有時我哋譬如我哋送台北的朋友，唔講送一條烏的幣，你都講你是在跟我分手嗎？因為你點樣處理？但是你講你用了一罐頭幣，你都抵講啊，你係少間人最好的農產品，因為人強你等於唔會處理嘅東西，貼原始的農產品都唔會處理啦。好，剛才你前面其實話有一啲黃梨。黃梨算是我哋屏東過推出的一個農產品嚟哦。冇錯。咁果蔬嘅黃梨有乜特別咯？果蔬嘅品種啊是金鑽鳳梨。其實最大宗嘅攏喺屏東。因講嘅黃梨愛是果蔬。因為果蔬嘅黃梨，第一咧體質，都有講體質和水質攏幾重要。然後也係啊，伊嘅金鑽鳳梨嘅品質有纖維。還有幾甜，伊有帶來講迄鳳梨汁，伊迄林芳有啊，用幾好幾甜，又幾冰涼幾好吃，所以講大家來攏想到果蔬攏有幾道黃梨，所以講來到鴉片啊，幾道嘅朋友來朋友講啊，你果蔬用來啲。人迄知識攏講啊，攏幾道黃梨哦，幾道黃梨咯，攏無適當咯。好，來去農家，去有迄小農啊、青農啊，迄拿黃梨幾本是講適當幾甜，攏唔會幾酸，所以講金鑽鳳梨嘅品質攏幾好。嘿，觀眾朋友頭看到我哋用緊呢個表情，你哋講也咩黃梨汁真係幾好食，但是吼，我要問個問題，買得到嗎？因為去現場係咪？去現場，所以觀眾朋友嚟現場啊，請總幹事，總幹事伊幾用心啦，因為有些朋友講啊，那你是都冇迄個興趣，所以講嚟總幹事就講，好用黃梨汁，黃梨汁幾直接，所以用林咩，所以講因為幾多朋友都有迄手搖飲料。
凤梨汁过健康，然后有种诶本身诶甜度，所以讲做出来诶品质啊，拢过好。我相信，因为吼，其实总统都有讲咧，屏东算是凤梨的太出的地方嘛。啊，头都讲啊，最好的迄果蔬。我相信我观众朋友都讲啊，你爸爸都买过好，你家做嘛吼，唔怕，他都唔怕。但是吼，真正应用一把啊的农产品变成一个，它可以都可以，因为你讲只得给它削凤梨一片一片来，所以有时间啊，人类立行的时间冇方便啊，但是变成凤梨汁的时间。我可以不用那，我可以吃都那都可以吃，好，唔等唔吃吼一片一片安尼拿来吃。可是其实凤梨啊部分变成一个，可能讲它个人可以去。随时都带着一个农产品，其实係個規劃的一個想法。啊，其實對屏東人來講嘅話，我哋食鳳梨是得幾厲害啊！個冇食得鳳梨嘅，就是對我鹹到大啊！因為我哋屏東都真係鳳梨太出嘅地方，木瓜。屏東嘅木瓜嘛幾有名。因屏東嘅木瓜嘛幾有名。屏東種嘅木瓜是台農2號。啊，伊迄做木瓜乾。还有抢木瓜迄做凉拌呢。其实木瓜也迄时节拢过大量，啊，大家拢会做木瓜。其实多来讲嘛，台农2號还有几多的品种，不单单只有台农2號。所以讲，果蔬的木瓜是嘛迄种果蔬几多，迄强农种的。啊，品质拢过好看，对过太亮，然后过品质拢过强，然后过甜，好吃。你讲讲，嘿，木瓜拢过好吃，台湾海木瓜过真正过好吃啦。所以来做，所以来到农非啊，要吃的买个东西，凤梨、木瓜、有诶。也迄3项东西，你吃到吼，你讲哦，这个其他还是讲是果蔬一个规划，系啊，所以讲木瓜做得做几多料理，所以不单单只有你吃水果你吃，你做得做几多的附加产品，嘿。你真的讲好了吼，你都发现到讲啊，在超级市场看到的时间，我都发现讲，要3天唔要果蔬的时间，我都唔得买弄哦。因为伊安尼讲安尼，我都想讲啊，搭上市度，可是问题係有时间啊，都冇到现场，安样喏，因为我提供其实有一年的，譬如讲算是。屏東啦，吼，太景瀑布嗰邊做一個可能講夜遊啊，吼，係啊，你去幾時啊？提幾發通嘛有幾擺檔係咪？推廣我哋農產品有，其實乃果蔬啊，不單單只有屏東縣政府，還有屏東縣農會，因為展售會，還有前一陣子咧，同迄果蔬強公所一起合作嘅活動，還有拍賣嘅啊，第一咧。奇幻大金，还有北野季，还有彰化高速，也迄活動是咧推廣啊，果蔬嘛個農產品啊，嘛個時節啊，吃嘛個時節像都講有誒，還有鳳梨，也迄5月4月吃鳳梨是幾好誒，還有木瓜，所以講多用也迄活動來介紹幾多朋友啲，果蔬農會有。幾多農產品啊嘛幾多，觀眾朋友提供，來到果蔬20萬幾啊，唔抵嘛，所以講網絡時代，我推廣嘛，我工作嘛，一起來把這個活動挺起來。冇錯，因為我哋嘅發通喎，唔單止可以推上我哋自家嘅一個經驗，同時嘛可以利用下發通把我哋嘅農產品推廣出去。休息下喎，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個精彩內容哦。翻過來，福起來。上段節目，我哋來自果蔬嘅林永健同我哋分享講，一帶來嘅鳳梨啦、木瓜，還有烏誒。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這邊嘛帶來一啲米啊部分，其實果蔬有種米哈。其實果蔬有種米，果蔬種嘅米啊，是品質攏幾好。係哦。嚟講，果蔬種嘅品種是高雄嘅147號。多之前有講過，果蔬的水質最重要是水資源保護區。
所以讲果蔬种的米啊，伊迄要煮饭的时间，大风落有乌的米丝。然后伊个饭啊，过球，然后过好吃，嘛有一种乌的香味，乌的香味。可是我们能这个伊太乌的嘛，无啦，开玩笑，种的香味。系啊，可是这安尼讲落啊，那想讲，哦好啦，安尼俺要分果蔬的米的几费啊，还把个类似讲讲，因为一般来讲啊嘛，因为俺人入很离谱的嘛，这附近全部种米啊，你想讲啊，果蔬有种米啊，那你一讲啊，你想讲，冇唔错哦，嘿，真的是好山好水哦。所以讲果蔬啊，迄米，多有讲果蔬的米是讲中国大的人，因为大家拢提讲哦，拍迄别镇的乡镇毛种米啊，来大家来提供果蔬毛种米，其实大家爱提供果蔬种的农作物是几多，每一个农作物会不会拢有迄严格把关，所以讲。食嘛爱食个健康，冇错，饮嘛爱饮个健康，所以讲嘛个品质爱注重，所以农业建设所以严格把关。咁种人就今日带来礼盒里边吼，讨论讲啊，人咧我算乌的罐头，同时啊，人咧米的一种礼盒，等于如讲创业的礼盒，喺我哋网站上面都可以买到。做得，那迄官网果蔬的官网还有粉丝专业，拢做得离迄有连结，连迄明星商品做得离迄官网迄拢订购，拢也迄拢其实不单单只有米砖礼盒，还有6公斤的，还有那个2公斤的，还有3公斤的。有几多，所以讲几多米的产品拢离咧官网上面。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谈到也好，你是想讲，唔讲我按多，买佢想买呢。但是有时间啊，等等农产品还是有推出的时间。咁係咪同我哋用緊同我哋手機好？譬如講入面手機木瓜啦、烏嘅啦、黃梨啦、米啦等吼，而這個推出我哋講可以買到嘅時間差唔多到哪叫好冇？伊咧講，黃梨差唔多你喺3月以後，還有4月、5月，也係做得賣。伊個品質啊、甜度啊，攏幾好。伊個黃梨其實黃梨你也直接含做的是幾酸，伊個纖維攏幾粗，所以做唔得是。所以差唔多3月、4月，這個黃梨是幾好嘅。因為廣東都講嘅精裝黃梨，伊個甜度。因為黏黏嘛，所以講差唔多迄甜度會拉高。還有烏誒，其實果蔬的烏誒啊，攏你講有全年無休的意思啊。其實有迄農民，上半年中還有下半年中攏幾多，所以講烏誒做得是全年算是全年攏做得是的商農產品。所以嚟到果蔬農會就要看一下，所以講哦農烏誒，多講烏誒你奶咯，啊就愛請奶還是總幹事伊攏做得去對是寬度適度。還有木瓜甲烏的攏相同，攏有伊咧差不多攏是全年無休的意思啊。所以講是木瓜、是烏的、是黃梨，伊時間攏無相同。現在木瓜伊迄時間攏過長，也迄攏過大量。所以來到農會啊，果蔬農會，朋友講啊，你迄明星商品是唔係假啊？明星商品嘛，給攏明星商品，不單單只有他，對啊，所以講米啊，講米就好誒，米有安尼講，也是全年度攏做得買，所以官網上面，我們農會官網上面有幾多每多嘅商品攏做得買到，但是我們的商品上面都會備註講某個時節會訂購的話。先細數了解，上面有備註，我們打開就會秀出來了。所以講，如果講你講用來聽連結訂上去，就可以秀出講有個溫馨小叮嚀，就做得看到某個時節愛吃的哦，某個時節愛用的哦，所以能做得看到。係啊，可是按你講好啦，呢其實台灣啲農民真係幾厲害啦嚇。其實尤其係從我哋南部來講嘅話，我哋南部最貼切嘅都係我哋好山好水係好日頭。嚇，嗰時頭都人講啊，你幾木瓜來講啊，上半年嘛有，下半年嘛有，我哋烏嘅上半年有，下半年有。但是如果我哋黃梨講，黃梨其實嗰幾難記，過年前係我黃梨。
过年期中的旺利冇实啦，但是过年前后旺利差不多都可以，差不多过去年3月开始吼，4月、5月、6月来10月的时间，差不多旺利都太出了，一直10多万的。下一年差不多今年咧差不多10月、11月，吼，差不多旺利差不多，愈密的，吼，然后我们都准备过年，反正都过年的时间冇旺利，但是其他台湾的时间一年四季都有旺利，但是米的部分的话，因为既然有我们的包装啊，伊的技术的，吼，或者说米真的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贵好食的米，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农非这件事情，第一节节目我成日都有讲到，你都有判60照顾嘛，那同时更加买做我们的农产品的一种推广，但是但对品质，无论讲伊哋农民的种植的过程里边遇到问题，一部分农非会天属于改革。农非有农民有发现还是问题产生的时间。其实来农非啊，侬有几多的资源。比如讲有课材有偏通的疾病的课程，还有皮料的课程，还有土壤的课程。其实农非哦，太讲拢低啦，提讲吼，每个事情要请农非。每个做每个事情都要请农非，所以讲有多每个事情，其实农非的角色都是要推广给各台各岛的人哋讲，有资源就要请农非，所以伊个严格会弄每一个产品弄严格把关，还有一个特别事情哦，农非有植物医生。也迄植物医生几特别嘛，他讲侬讲，嘛个叫做植物医生啊。植物医生就会照顾农产品的医生，有医生有拄到一类事情，有农作物偏痛医生啊，问一下，那些植物是哪个事情，弄有迄个啊，还是早迄个是哪个事情，所以那些植物医师弄去现场看那些先裁剪拿风蕊拿骨蕊讲用显微镜看，也迄是拄到哪个偏啊，系会危害到农产品还是农作物，所以讲植物医生，我们农非有植物医生是几好的，互大家来问，因为农民拢晓得种啦，嘛晓得用啦，但是呢，拄到问题因两地，是要做几多几久的人可以讲农非有植物医生多好，有咧管道做得来问。所以，有植物医师是能够来造福大家，造福也些农民每年农产品拢爱严格把关，因为农非有农药检验，农药检验不单单只有检验，弄一块地，条跟米，拢会差不多采3到4粒的农作物来送来农非，农非院做进行农药检验。农药检验过会好，会同你讲哎呀，某农民爱做得假的，所以伊就去那个食材来假，所以几多农民拢每个事情都讲，每个事情拢请农非，这是几好的哦。你拄好人讲农民跟农非是那个好兄弟的意思，有家庭有家人的意思，所以讲也迄农作物寄送去地咧。是多讲是安全，第二无外个问题是用药的安全，第三呢买都买安心，所以讲把关也个把关，拢体现那个重要的。这是因为其实我们其他有几多年轻人过去我哋呢农村吼，因为有多年轻人唔像以前做农作嘅10多年呢，可能用经验都可以啲。可是好多人讲某个植物医生啊，甚至能可以天属于检验农药一件事情啊，相信对一条处下贵到外地呢农村开始做农生人来讲，真是天数贵大。听我的节目个最慢啦吼，你这个安阳一腔，能够误入丛林的小白兔，过去呢，我哋呢农非做事情有乜嘅想法冇？其实来到告诉农非做农非的事情，来替咧想法讲农非你做乜嘅事情，那真是唔低呢。所以来一步一步做，农非是喺多讲有照顾农民以外，还有照顾摊饮社。还有照顾家庭，还有教育。其实乃本身有是喺世建会指导员，所以讲嘛爱辅那个造福地方的生意呢。系所以就讲农非是做乜嘅事情来弄爱亲自去做可以啲，所以有嘅难度是讲有
过度产业，人讲哦，农夫要过辛苦哦，农夫要用肥料哦，过去用去田那个田里那边做什么？我就哦天哪哇！但是这个是全面都是生意，过度产业去做诶，开始讲哦，来去造福民众，过度感谢嘛过度。感恩，所以我拢过度讲哦，其实他因啥能够拢照顾一家的生意呢，拢过度讲一家的生意呢啦。所以讲因来拢讲啊，用天啊唔怕啦，天天会做，天天会用好甲做好，拢是一家的东西。所以讲挨唔惊困难，挨唔惊，因为挨后盾拢是果蔬农会的总干事，挨洪明聪总干事，还有挨竹林，还有过度农民，拢是拢喺挨的最大的团队。可是我哋嘅农会啊，对以前算是一个教育嘅角色，更加讲，聽到新嘅時代進步以後，我哋農會已經慢慢地變成推廣照顧嘅角色。可是我相信我哋人強人各種歸到我哋農村去做農事嘅時節，第一而且同我哋農會做接觸，因為我哋農會更加可以聽順幾多事情。佢感謝我哋勇敢嚟現場分享咁多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下，我哋聽下你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